继续来看民进党、国民党两大党的党主席隔空开战。倒英台里的面册发文给吴敦义，讲这个国民党的不分区对国家的安全造成真大威胁。吴敦义正不服，口说民进党的不分区是伫总统的官邸敲出来的。他说他是经过民主程序的，我原来还以为是他一人的意志，原来是全党的共同意志，那这更可怕了。会有跟他挑战的也不多，所以如果由蔡英文总统对他自己的政党提出的不分区域立委的名单，恐怕他的影响力会比较大。我们也愿意虚心的改善，接受各种批评跟意见。吴敦义早起来参加到国民党建党125周年的文物展，针对国民党的不分区引发着批评。吴敦义讲，伊会虚心来检讨，但是嘛来强调讲，这个提名拢是经过正严格的定数。